銅鑼灣核心絕版車位最後召集，停車場位於禮頓道36號嘉柏大廈，大廈電梯可以直接上到停車場各層。感謝買家支持，短短幾日銷情火爆，1到3樓已經火速售罄，而家剩返最後4樓，尚餘少量珍貴車位。我帶大家睇睇4樓嘅車場環境。而家剩返少量嘅散位，非常珍貴，同埋一啲嘅組合相連車位，啱晒家庭以及一啲公司嘅客戶，1盒3車位，性價比超高。大家可以睇睇我哋嘅車位，泊部7人車都非常 OK 㗎。只需100幾萬買到銅鑼灣核心車位，買一間少一間，快啲聯絡我啦！